欢迎收听7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44篇到146篇，颂赞上主的慈爱。我们要来颂赞上主的慈爱，因为他以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在诗篇145篇8到9节就这样说：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满有不变的爱。他恩待众生，他的恩慈给予一切被造物，不只是被造的人哦，而是被造的世界万物。他以一种慈爱叫做 Hesed 的慈爱。这是什么样的爱呢？这是一个仿佛是与你立约的爱。所以上主按着这个约守约，不论人怎么样的背约，他仍然希望借着他的爱来爱你。所以他用尽各样的办法，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来认识他，回转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那永不改变的爱。在今天我们读的这3篇诗篇都在颂赞这件事。我们从144篇145篇都可以看见144篇仿佛是这个大卫为着所经历到的胜利，在那里数算恩典。145篇更是在讲到世世代代都要来颂赞这位主，我们的主。然后146篇就进入到这个哈利路亚的赞美诗，因为开头或是结束都会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另外一个版本就说你们要颂赞上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利路亚就是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颂赞上主。哈利路亚的原文翻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3篇其实都在讲到我们这位主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怎么说配得我们颂赞呢？从这3篇来看，真是如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经历一切的过程中，他带领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得胜，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能力，救我们出患难，甚至在我们的情绪一切的需要上，他满足我们。而今天我们在读到这3篇诗篇的时候，其实都还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他的爱是会延续的。所以在144篇说，愿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就像这个壮实的果树，就像这个宫殿的雕柱。其实他在形容就是他们很稳固，具有生命力，非常的美好在那里是非常有价值的。愿他们经历这样的生命，愿他们能够经历他们的国家是长得像这样的。因为144篇其实是一篇君王的诗歌145篇到146篇呢，更是讲到上主的公义是世世代代的，而且他不只帮助下一代，而且在这个世代里面，他要使被囚人得自由，盲人能看见，他要扶起被欺压的人，要保护寄居的外人以及这些孤儿寡妇，挫败邪恶人的诡计。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真的是配得我们颂赞的。而有一个调查这是一个研究，更是一本书，他就让我们看见这位主真的是要来颂赞了。美国的学者 Winship 他在1900年出版了一本书，而这本书呢就在研究有没有信主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吗？他当时是这个美国的学者，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他是说有没有信仰，然而那时候的信仰指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然后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而且他们发现信仰不仅是会影响自己，甚至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重要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这个他们这本书里面呢研究的其实是指2个家族，而一个家族他们没有信仰，另外一个家族则是他们敬畏上主。这个没有信仰的家族叫尤克斯家族，他们的家族人数大概是200年当中1200人，而其中最多的竟然是职业乞丐，总共有310位。而可能以社会的眼光来看，比较出色的是
20位的商人，而10位商人竟然就是20位里面有10位竟然是在监狱里面学会经商的。而另外一个家族呢，他们信靠上主，他们敬畏上主，然后200年当中，他们家族的人口数大概有1400人，而最多的是大学教授有100位，而这个最出色的呢，竟然是一位副总统。200年，信仰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确实哦，因为这个影响力到今天不是还在影响我们吗？2000年后，仍然有许许多多信靠上主的人。而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讨论一件事情，所以只要信主，后代保证就能够过得很好吗？其实世谦牧师想要跟大家更多的来分享的是，其实这个爱德华兹，他其实全名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其实是在美国第4大觉醒的复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哦。那时候有好几位，其中一位就是他。他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牧会的牧师，而他呢不仅是一个牧会牧师，他是一个天才儿童啊。他其实13岁的时候就从耶鲁大学毕业了，16岁的时候就从耶鲁的研究所毕业了，23岁呢就进入到牧会的现场哦。他的爸爸其实也是牧师。然而在他的牧会当中呢，他结婚生小孩，他好像总共有11个孩子，但我不确定他11个孩子是不是在当时都有存活。然而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他的信仰应该也会是让他跌倒跌最深的，因为他曾经在他牧会了24年的教会，最后是被请走的。是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吗？其实不是哦，而是当时他们因为一些事情不认同他，所以呢就把他请走。然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离弃信仰，反倒继续的传讲上主的话，继续的甚至写书，写了一本后来很多神学生都读过的书，叫做《宗教情感》。因为在当时很多圣灵的工作，这些现象让人好像想要表达，我只要把我的情感表达得很激烈，这样就代表我很爱上帝。然而爱德华兹说，不只是这样，更重要的是那个情感要在心里面一直不断的带领你，从你的意志到你的决定，到你的选择，到你的每一天的生活，你好像被这个情感带领，你要爱主，你要继续走在上主的恩典当中。而这样的一个人，从我刚刚分享大家就知道，其实他并不顺利啊，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也是很多的挫折啊。然而200年过去，上主仍然扶持这个家族，因为他们转向我们的主，转向我们的上帝，转向这位如诗人所说的，是一位胜过死亡权势的。人会朽坏，但他不会朽坏，他不会因为人的死亡而没办法继续赐福，他不会因为人被约而没有办法继续带领，他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他没有办法继续拯救。我们的主就是一位这样的主，所以我们要来颂赞他。很多的时候，诗人他颂赞上主，在见证他的美善和作为，是不只是在说他自己那个世代，更是在讲到我们的主是世代的祝福。有时候当下的祷告我们不一定有看见，却是可以在每一代相信主的儿女他的生命中见证出来。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有一位很重要的亲戚，他就是这样，他的妈妈为他祷告非常多年，始终没有看到他回到上主的面前。然而他妈妈过世之后，在一次的经历当中，他就回到上主面前。你说这位主有没有赐福这个家族这个家庭？他妈妈当时没看见，可是现在我们都看见。
我们都看见了主他仍然以他丰盛怜悯跟慈爱，他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的恩典要临到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事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能够拥有这个信仰。主啊，你不仅拯救我们，你更是使我们成为祝福。主啊，在我们信仰中最宝贵的就是认识你，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看似短短的人生当中，继续成为那美好的见证，就如同过去我们的信仰前辈，就如同现在我们看见的信仰榜样，就如同我们今天在诗歌当中看见这些诗人的颂赞。主，我们要颂赞你，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活来颂赞你。谢谢你不看我们是那会朽坏的人，不看我们是卑微有软弱的人，而是一直用你的恩典善待我们，恩待我们。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一切荣耀掌声，要将一切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如同今天默想所说的，我们来思想我们信仰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愿这样的一个领受，这样的发现，真的在上主的恩典当中赐福你，继续的见证、影响、教导你身边所重视以及你爱的人。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